Just 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早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在扎西伦布寺出席格鲁派冬季大辩论法会；西藏领导人祝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上任；司政边巴斯人感谢即将离任的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联合国人权专家调查中国对9名藏人拘押和强迫失踪案件。司政边巴斯人对印度东北部藏人社区展开第2轮访问。安全部长加日卓玛结束对欧洲各国的访问。驻北美华人联络官参加赵紫阳逝世20周年座谈会。第2届台湾藏传佛教论坛在玄奘大学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1月18号，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贝勒库北的扎西伦布寺出席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冬季大辩论法会。来自格鲁派各大寺院的1500多名僧人参加了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向与会僧众发表讲话时，强调问答辩论的方式在解除疑惑的同时，对树立法义的信息与把握有着极大的裨益。尊者回忆起他年轻时与伴读们辩论的经历，并鼓励与会僧众要好好学习辩论方法，并依理解释，以便用逻辑和理性加深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此外，尊者还于1月20号至23号在扎西伦布寺接见了各方信众。1月20号，尊者特别接见了慈悲之家特殊康复中心的青少年。当天，尊者还接见了参加佛教巴利语和梵语国际比丘交流项目的各国僧众。22号，尊者还接见了来自藏传佛教尼玛派南卓林尼寺第一批完成楷模学位的20位尼众。从本周四1月23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扎西伦布寺为来自印南各大寺院的僧人授予比丘戒，并将在接下来的数天内为200多名僧人授戒。此外，美国第47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于本周一1月20号在华盛顿特区宣誓就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相续致函表达祝贺。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贺函中对美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强调了美国在促进民主、人权和所有人民基本尊严方面坚定不移的承诺，并且表示期待特朗普继续支持通过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藏中冲突。司政边巴斯人在贺函中对特朗普总统在应对全球挑战和捍卫民主价值观方面的领导能力表示钦佩，并感谢他在推进西藏自由事业方面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他第1任期内签署了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司政还肯定了历届美国政府对西藏自由事业的长期支持，强调了美国与西藏之间牢固而持久的伙伴关系。同样，司政还向新任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致以祝贺，赞扬他在美国国会的任期内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对藏中冲突的深刻理解。2位领导人在贺函中重申了加强美藏关系的期望，并强调了美国领导层在捍卫全世界自由、正义和人权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四1月16号致函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女士，表达了感谢。司政在信函中感谢拜登政府优先考虑西藏问题，
强调乌兹拉泽亚在加强美藏关系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还赞扬乌兹拉泽亚与西藏领导人的接触和对达兰萨拉的访问，并强调乌兹拉泽亚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承诺为全世界的藏人带来了希望。司政边巴次仁还对国务次卿理查德·维尔玛和库尔特·坎贝尔坚定不移地支持西藏自由事业，以及对达赖喇嘛尊者扶持的真诚关心表达了感谢。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亚女士于1月8号致给司政边巴次仁的信函中，重申了美国对西藏人民的坚定承诺，并赞扬了藏人行政中央在推进关键举措方面的合作。他在一段告别视频中回顾了自己的任期，强调了他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奉献精神。与此同时，根据联合国于上周二1月14号公开的信函，9名联合国人权专家于去年11月14号向中国政府发出一封通讯信函，对中国政府近期的人权侵犯行为，特别是非法逮捕和强迫失踪藏人及东突厥斯丹人士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联合国专家们要求中国政府尽快提供包括刺多、科日、曲达等9名遭拘押和强迫失踪藏人下落的信息，并质疑拘留他们的法律依据。他们还对中国政府对遭捕藏人实施的酷刑、不人道待遇和拘留期间死亡的案件表达关切。专家们还谴责中国政府打压宗教自由，并列举了因焚香或拥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等行为而遭捕的藏人，并且批评了中国政府实行的宗教中国化政策，强调该政策导致了对宗教场所和寺院的破坏，僧尼被强行赶出寺院，宗教领袖被任意拘押等事件的持续发生。专家们最后强调，中国政府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并敦促中国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包括联合国失踪人员工作组主席、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领域的9名联合国报告员签署了这封信函。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日1月19号开始至2月5号，前往印度东北部迪马普尔、伊塔纳嘎、图丁、米沃、特祖和大吉林等藏人定居点展开第2轮访问，加强与当地藏人社区的联系，评估挑战，并审查现有政策的有效性。在抵达印度纳加兰邦迪马普尔市后，司政边巴次仁向当地藏人社区的民众发表讲话，赞扬他们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同时强调在人口结构变化中保护西藏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他还强调了在西藏自由斗争中维护团结和参与的必要性，以及教育和语言在对抗中国政府的同化政策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司政还分享了第16届喀夏相关举措的最新进展，包括数字化项目、员工能力建设和收集人口统计数据，并表示这些举措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还重申了中间道路政策的重要性，强调了战略性的驾驭全球政治动态和维护藏人团结的必要性。在访问伊塔纳嘎期间，司政会见阿鲁纳尔恰尔邦支持西藏团体和印藏协调办公室的成员，讨论正在进行的宣传工作和合作策略。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在结束对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地的一系列访问后，于上周六1月18号启程返回印度。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加日卓玛部长于1月16号在罗马会见了意大利议员，包括参议员安德利亚·德普里亚莫和参议员伊莱尼亚·马拉瓦西，向他们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以及中国在西藏修建大型水坝项目带来的环境挑战、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以及尊者9世大寿的筹备工作等议题。部长还对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对西藏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
1月17号，加日中马部长与意大利支持西藏人士举行了网络会议，深入讨论了双方关心的话题。部长感谢及赞扬他们在意大利推广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所做的贡献。在圆满结束对意大利的各项访问行程后，加日中马部长于1月18号启程返回印度。意大利藏人协会的代表及当地西藏妇女协会的副主席等藏人民众为部长送行。此外，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胡兆基金会与中国民主党于上周五1月17号共同举办了纪念赵紫阳逝世20周年座谈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陈嘉措应邀出席座谈会并发表演讲。座谈会由北京知春杂志社荣誉主编胡平主持，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等数十名华人知识分子参加。与会者就赵紫阳先生的人生理念、贡献及影响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就当前美中关系和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前景交换意见。次陈嘉措在发表讲话时，着重谈到了藏人行政中央对华人和促进汉藏交流工作的重视，并向与会者介绍近期在西藏定日县发生的强烈地震。他指出，这场灾害暴露了中共在西藏建设的诸多问题。他还进一步介绍了西藏地震活跃带的地理特征，指出在西藏兴建大型水电工程不仅威胁当地藏人安全，更可能给周边国家带来灾害风险。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与中国民主阵线联合于上周日1月19号举办寻找共同点论坛加拿大藏汉新年联谊会。来自加拿大的前国会议员、多伦多藏人社区的代表、各界民运人士、不同运动领袖和中国青年民主活动家参加了此次聚会。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陈嘉措在会上致辞时，阐述了促进汉藏交流起源与论坛初期尊者对藏汉对话的愿景。他强调，寻找共同点论坛的平台从最初的藏汉之间的对话，已经发展成为汇集不同运动专家和活动家探讨未来前景的重要对话平台。加拿大国会前议员利松出席活动，并在发言时赞扬了与会的人权捍卫者。多伦多藏人协会会长索朗兰卡则分享了他继续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愿景和藏人行政中央政策的决心。此外，包括中国民主活动家盛雪、加拿大北韩人权协会主席李庆富、2047香港监察召集人钱志健、加拿大资深媒体人士龚子神、年轻民运活动家等来自香港、台湾和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人士分享了各自的观点，强调了不同运动之间的合作和为集体目标联盟的重要性。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的指导下，第2届台湾藏传佛教论坛汉藏梵佛典翻译学术会议于1月16号至17号在台湾新竹的玄奘大学云来社教中心成功举行。本届论坛由玄奘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藏传佛教研究中心、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和三学佛学院联合举办。论坛的重点就甘珠尔和丹珠尔等佛教经典本文的藏文、中文和梵文3种语言的翻译进行学术讨论。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玄奘大学董事长释信广法师、玄奘大学校长简少奇、玄奘大学藏传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释照慧法师、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副会长格西诺诺、驻台湾办事处顾问陈明如等多名嘉宾共同为论坛拉开序幕。本届论坛邀请了来自西藏和台湾的20多名长期从事藏汉梵三文佛经的研究、翻译和教学的杰出学者。与会学者提交了7篇学术论文和13篇短文，供审阅和审议。
为期2天的论坛上，与会各方就规范佛经翻译术语、建立定期讨论和知识共享在线平台、培养翻译人才的方法、维持该讨论平台的策略，以及未来扩大台湾藏学研究中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特邀嘉宾莫兰西藏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的技术专家丹增清肉，以及台湾佛教事务中心的研究员易西伦珠，分别就人工智能与科学技术如何协助和支持佛经翻译的项目发表了精彩的演讲。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